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牛津 AZ 疫苗，就要运到台湾了。到底这种的预防针要安怎来做，才会当达到上好的保护的效果呢？本地卫福部的建议，这个两剂疫苗是让4礼拜28天就好。不过指挥中心参考到牛津大学的研究，讲甲这个时间久长，保护力会搁较好，所以改做是让8礼拜56天。安尼一来，台湾若要出现着完整免疫力的人，就要延后到6月了。另外，最近有这个传闻，讲这个牛津疫苗副作用是所有疫苗内底上强的。指挥中心讲，其实唔是安尼哦。发烧在 AZ 大概7.9%，那 BNT 大概14.2%，莫达纳大概15.5%。指挥官陈时中亲身来讲，买到台湾牛津 AZ 疫苗副作用的比例无比辉瑞 BNT、莫德纳搁较悬。不过因为少年人的免疫系统真强，甲疫苗注入体内各种副作用拢会比时大人搁较强。那个年轻人的话，打疫苗就是会比较有明显的发炎、局部的肿痛、发烧。全身倦怠，这其实是表示说我们对疫苗的反应比较好，也代表说它的那个免疫反应产生的抗体这些可能会比较高一点。另外，牛津疫苗是腺病毒载体疫苗，通常第一剂副作用较强；辉瑞、莫德纳是 mRNA 疫苗，注第二剂镜头会较明显。原本卫福部的预防接种组建议 ，AZ 疫苗的两剂中间应该隔28天，指挥中心决定优长到2个月。若是头一批疫苗2月底到台湾，3月初开始做，5月份才做第二剂。的确是有一点空窗期出现。这个 AZ 的疫苗，它如果间隔比较久的话，它的免疫效果比较好。它详细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哈，不过是观察到，这个现象。注射了，搁要22天才会产生免疫效果。嘛，就是讲台湾6月初才会有人有完整的保护力。不过，专家嘛认为台湾无真严重的疫情，做疫苗的人若是无急的得到抗体，会使参照国外研究悠长时间，互效果搁较好。指挥中心嘛讲，会继续观察各国的状况和上新的研究来调整注射的计划。